任食澳洲極上和牛，賣相滿分，咬落勁香油脂。旺角雅蘭中心有間牛氣，有多款任食嘅牛肉火鍋，仲有多款湯底選擇。自助區嘅項目都幾豐富，有熟食、甜品、飲品、醬料區，仲有火鍋配料，仲有關東煮擺設乾淨整齊。除咗幾款甜品，仲有生果、豆腐花、棉花糖，飲品種類亦足夠，座位舒適，地方都算幾大。今日揀咗豬骨濃湯湯底，另外仲叫咗幾款牛肉，全部都新鮮，牛味濃郁。套餐仲包括咗海鮮，有幾款新鮮嘅刺身、精緻嘅壽司、幾款餃子、泰式活蝦、鰻魚壽司，蝦丸好好味。最後記得要食埋甜品啦。